全世界局势咧变化，美国就是讲，咱即马就是就是对中国这言，为韩国、日本、台湾、菲律宾、加马来西亚、加新加坡，这是一个第一岛链。我感觉伊就是咧讲互这人听嘛。美国就希望讲大家诶军事的投资，较成功诶，爱去增加起嘛。吼，包括咱即马来，咱上简单的就是，咱台湾、加韩国、加日本、加菲律宾。这个目前是无啥物组织的呢，就是讲美军踮伫咧韩国是4车，踮伫日本是3车，吼啊要指挥伫夏威夷，吼啊所以这指挥权无统一来讲，比如讲印太的指挥将权伫日本，吼啊来调到4车，啊达韩国降为3车，吼啊就统一来指挥，安尼政区一体化，安尼可能对安全上。安尼较有一种战斗力嘛，吼，安尼来调整一下，我感觉这咱即马这拢是理出大战了的局势啦，但是爱改变啦，吼，啊那这样咧了，顺对中国当然，中国会感觉较有威慑力啦，吼，伊较会惊啦。2027年伊要拍台湾，这可能性真低啦。对那个拄啊陈老师讲的，就讲伊是有下令，就讲要完成攻台的准备，吼，要完成，啊，当时要拍唔知，伊要完成嘛，因为。2027年是咱就是中国的解放军，伊讲100年嘛，建军100年嘛，所以伊要往着准备起嘛，吼这当然是威吓，但要等惊嘛，要等惊。啊，伊若讲有人去解释讲，伊是咪今年迄个习近平要第4任，所以爱摕台湾。照你讲是讲，伊目前也讲要真正习近平要第4任，吼，伊是迄个落定年金啦，嘿，10拿10稳啦。伊拍台湾无定10拿7稳，10拿6稳，愈袂稳，这对伊的连任无帮助，所以这方式无啥可能啦，吼无啥可能。啊，而且除非讲伊无发展经济啊，伊即马甲美国咧科技咧竞争，科技竞争上重要，上爱挖上爱靠台湾的，伊若无台湾，伊就免甲人竞争啊啦，所以这部分。目前看起是无啥可能，但是咱就要准备，咱要准备互感觉讲拍台湾，毋是3点钟久，毋是3天，毋是3礼拜摕落来。伊若感觉讲若一拍落，比如讲乌克兰安尼3年，伊就袂拍。所以咱准备起，准备互伊讲要拍台湾，毋是随时摕落来。那随时摕落来，伊就拍；啊，摕袂落来，伊就袂拍。是。所以这是安尼准备所在。习近平去见拜登的时阵，伊嘛有讲过，伊讲。我毋知影2027有攻台计划，伊讲伊毋知，吼。啊，另外就是讲伊甲迄个回答讲真技术咯。系啊，伊讲伊毋知影有即个计划啊，大家拢无相信啦，吼。伊个含迄个后面的迄个领导人个讲，美国想要甲我怪我去拍台湾，我袂见，嘿，我袂见，吼。啊，为了讲，可能大家讲，敢真正安尼？我是无啥相信啦，吼。我是感觉伊一定有计划。那是我是中央军委主席，我一定要求讲，中央军委您准备一个公台计划给我看。你用 AI 给他下出来，你先给我下出来，哦，我看者看会使无？但是像讲印太司令部，伊嘛有这个计划，伊嘛讲中国若拍台湾，美国会安怎做，日本安怎做，菲律宾一定有这个计划，哦，就是讲两个。手段嘛，第一个武力嘛，啊，第一个就是讲和平统一嘛。那和平统一袂使就用武力啊，这是绝对是安尼啊，因为和谈两手本来伫中国咧做，啊，即马就是讲时机的问题啊。刚才我也讲过时机的问题，对，你准备好啊，哈，我随时会当拍，会当赢，哈，这上重要啊。对台湾来讲，就是我知影你要拍，我嘛做好准备。你来拍的时阵，我袂使输你，我会使拍赢你。